以前有孫悟空大鬧天宮，今時今日有澤連斯基大鬧白宮。2月28日，澤連斯基喺白宮同美國正副總統進行咗會談，三條友居然喺媒體面前炒大鑊，最後澤連斯基頭耷耷眼濕濕好冇癮咁離開咗白宮，搞到咁不歡而散。究竟佢哋傾咗啲乜嘢呢？喺會談啱啱開始嗰40分鐘，雙方仲記得自己身份講嘢客客氣氣，但係冇幾耐，火藥味就越嚟越重。你冇晒牌㗎啦，停戰死少啲人好過啦。就算簽停火協議，我都信唔過佢，除非我哋入到北約。北約冇你份㗎啦，快收同普京和談啦，佢冇你諗得咁衰。你哋俾我開隔住識條鐵咩？今日我俾大帝搞掂，第日就輪到你哋揦嘢啦。你喺我哋個場咁講嘢，我哋美利堅幫咗你咁耐，一句多謝都冇，即係唔俾面總統啫。俾啲礦過你都得，但係俾得保護費，你哋要撐我打普京喎。幫咗你咁多，你仲要咁串？你有料嘅話自己搞掂啦，使乜求我哋？唔知道嘅，你仲以為呢兩條友係俄羅斯嘅談判代表啊？其實川建國嘅態度好明確，一方面烏克蘭必須作出讓步，盡快停戰；另一方面要將佢哋嘅礦產資源交俾美國嚟到抵債。而澤連斯基亦都企硬，唔會讓步。而且如果美國唔可以確保烏克蘭安全嘅話，佢一毫子都唔會俾美國。雙方分歧咁大，傾條毛咩？咁真係冇偈傾啦！最搞笑嘅就係，正當雙方你來我往，唇槍舌戰打得火熱，旁邊有條友突然之間問澤連斯基點解唔着西裝喎？Why don't you wear a suit? You're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this country's office, and you refuse to wear a suit. 喂，傾緊國家大事啊，大佬，你條茄喱啡提乜鬼嘢西裝啊？呢種行為用大灣區著名演員兼哲學家黃子華先生嘅理論嚟解釋，就叫做師奶化 station， 就係師奶化啦。唔係歧視啊，但係你哋有冇發現好多靚女師奶傾下偈就會傾咗落去你件衫度？我想話俾你聽，呢件皮褸係唔啱你着，嗰啲色唔係咁襯嘅，做啲鬼樣嘢。哇！件事發展成師奶嗌交咁，俄烏仲有得打落去？本來川建國大安旨意以為澤連斯基冇晒牌出食硬佢 call 佢過嚟係咁依執佢一鑊，順手揦埋啲礦產就算啦。點知澤連斯基嘅邏輯完全超出川建國嘅意料之外。皆因澤連斯基根本就唔係一個政治家，我係一個演員嚟。演員嘅邏輯本來就唔可以按照正常人去解釋，如果唔係，娛樂圈都唔會出咁多奇葩嘅八卦新聞啊！而川建國以前都搞過綜藝，主持過著名嘅美國真人 show 節目《The Apprentice》，所以兩位娛樂圈嘅大佬喺國際舞台上擦出咁大嘅火花，以咁戲劇性嘅結局收場，又好似有啲合理噃，搞到咁勞氣。會後川建國都費事留佢食飯啊！你好行夾唔送，結果澤連斯基就連飯都冇食，提早去參加第二場，去邊度呢？大英帝國。喺嗰度，佢受到英雄式嘅熱烈歡迎，梗係二戰之後歐洲班大佬去到美國，個個都好似鵪鶉咁，難得有歐洲老細夠膽當眾插美國總統喎，仲唔當佢神咁拜啊？佢見完首相見國王，大家仲喺倫敦同佢搞咗個大 party， 等佢一次過見晒歐洲同埋加拿大18位主要領導人，真係攞晒彩。美國唔承諾保障烏克蘭安全，英法就發起歐洲志願者聯盟嚟撐佢。美國唔俾錢，英國俾，英國首相施紀賢就承諾提供22.6億英鎊貸款俾烏克蘭，怕佢冇晒彈藥，順手贊助埋價值16億英鎊嘅5000枚導彈。點解咁疏爽？梗係啲錢係佢哋用凍結俄羅斯海外存款嘅利息度扣㗎，班英國佬邊有咁好死啊？到時候俄羅斯嚟追數？喺晒烏克蘭度啊！玩到咁準你。不過社長認為，目前澤連斯基嘅當務之急都係要盡快氹翻川建國呢條老狐狸，因為美麗國已經宣布暫停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。川建國心腹私底下同歐洲官員就表示，澤連斯基必須同佢哋嘅總統 say sorry， 先至有可能修復美烏關係。老實講啦，班歐洲佬出名縮骨又怕事。淨係識睇美國面色，喺軍事上佢哋同俄羅斯最多打過5波，自保都好勉強，仲點去照住烏克蘭啊？如果冇美國撐烏克蘭，澤連斯基根本就冇得玩落去。而澤連斯基喺3月4日亦都表態，烏克蘭經已準備好喺川建國嘅領導底下實現和平。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你哋覺得澤連斯基會唔會低頭向川建國道歉呢？關於俄烏問題，社長會持續關注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